如何申請酒類許可證？打算喺你嘅場所或者活動中銷售、供應或者提供酒精飲品嗎？讓我哋嚟了解一下你需要採取嘅一啲步驟，先至能獲得酒類許可證。喺申請酒類許可證之前，你需要決定係以個人身份定係以組織身份申請，因為呢個將影響你申請所需提供嘅材料。如果你係以個人身份申請，你需要持有 RSA 證書、冇犯罪記錄證明，用於申請冇犯罪記錄證明嘅3份身份證明文件。如果你係以組織身份申請，你仲需要所有董事同管理人員嘅 ABN 或 ACN 詳情、ASIC 提取資訊，以及你批准嘅經理嘅詳情。透過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嘅線上門戶提交你嘅申請。提交申請後，我哋將喺1天內將許可證申請發佈喺我哋嘅網站上。申請喺網站上公示30天，以便有足夠嘅時間讓公眾提交意見。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將評估你嘅申請，並可能要求你提供更多資訊。你仲將有機會對提交嘅材料或擬議嘅許可證條件發表意見。一旦你嘅許可證成功獲批，你就可以喺你嘅場所或活動中合法銷售、供應或提供酒類。但請記住，合規係持續嘅，遵守你嘅經營條件，並促進負責任嘅酒類服務至關重要。如果你購買嘅業務已持有酒類許可證，你或者可以辦理轉讓許可證嘅手續，而無需申請新嘅許可證。有關如何轉讓許可證嘅更多資訊，請訪問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網站。